今仔日吼，咱办一个活动，就是座谈会，咱来开讲讲，咱较早吼，电台是安怎播放，有一寡无了解的人，若甲咱问，咱就甲伊讲，讲咱是安怎伫咧电台是安怎方式来伫咧广播，人是安怎伫咧听，效果声是安怎做的，歌安怎唱的，就是讲袂用咧讲话，唱歌是用手比的，要唱什么调，就比安怎，咱即马现场拢会当来讲互观众朋友听，要了解的人尽量，伊若有问，咱就甲伊讲，听。